很单纯啊，好交流，很温柔吧，很务实吧，很务实。个性算蛮沉稳的，对，然后对自己要求蛮高。他很喜欢吃早餐吃馄饨面，因为云茹蛮喜欢吃海鲜，有时候他会煮。什么？就是烤箱啊，放烤箱，就是他其实蛮喜欢自己。对，牛排它很讲究那个时间，就是煎的时间，就是几秒要翻面啊，然后要静置才不会有血水，然后再回。他真的懂啊。对。不陪练的时候就瞎闹玩，以前是玩陀螺来的，玩陀螺，然后那个现在玩的是那神奇宝贝卡。他发完球，然后抢攻完，对方如果回击在他下一板，他感觉已经先动到那个位置。在打球的时候，感觉他都能预判到下一步我们要干嘛。有机会挑战的地方就是正手位，正手就是基本正手对正手位，但是反手位的话就稳有数，完攻击力挺高，就台上拧啊、反手拉呀什么的，对台的都可以，感觉特别好。大家练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就觉得差不多。可能他练完这个计划之后呢，他还会要求自己的发球啦，还是比较缺乏的地方再去做练习。达成某个目标，他就会去做，比较不会像是有些可能会只是用想的或是用说的，他就是会去实际执行它这样子。就是他如果喜欢，就比如说车子，那他也会很努力的研究，哪一个比较好，然后配备怎样，好不好看这样。然后音响也是会查什么资料啊，背得很清楚，这样就是每个车子的型号啊、款式啊，甚至售价都可以很明确这样。一般都是平平淡淡的，但是一到怎么说就是喜欢跟你比赛，特别是什么都要掐。那个一般的时候的跑步呀、做体能的时候都是，就我不能输你，就是非要赢你那种感觉。其实云茹的态度跟个性，其实就是定律保险激进人的企业文化。其实这一部分是很 match 的，就是他是一个很沉稳、很内敛。对我来说，他其实是个王牌，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思考成王牌，他反而一直不断思考自己要怎么的不断的去精进自己。所以他一直是在跟自己做比较，然后其实他只想要超越曾经的那个自己。他说你的好胜心蛮强的。有吗？还好。